如果跟他发生了什么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西城，你奶奶不是想抱曾孙的吗？跟他一块儿搞出个孩子出来。在我们乡下，女人只要有了孩子，啥都管不上你了。 哎，吃饭呢？愣着干什么呢？啊？奶奶，我不想吃，我去上班了。哎，欣欣啊，啊，你们俩是怎么了？没怎么样。贺小姐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伤口有点痒，医生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啊？你的脸部多处地方已经动了刀子，现在看起来外面情况还不错，但是必须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具体情况。如果再次动刀的话，恐怕很难修补了。所以，请你耐心一点。好了好了，好好休息，走。 咱们顾总好帅呀，又年轻，还有这么大个神农集团。我倒是觉得他就是金玉其外。要我选吧，我倒觉得咱们副总还不错，就是家境差了点儿，但是人年轻有为的，长得又帅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有什么用？再有能力，不还是给人家打工的吗？要我说呀，人再有本事都不如命好。你看咱们顾总，那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。 我要出生在这样的家里啊，就什么都不用想了，光花钱就行了。我还是觉得吧，个人能力。